只係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，該隱就大大地發怒，變了臉色。創世紀4章5節。希伯來文係好形象化嘅，尤其是係描寫人類嘅情緒嘅時候，都會十分生動。呢一節經文當中，該隱嘅反應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大大地發怒，希伯來原文直譯係大大燃燒。如此生動嘅描述，有助於我哋認識罪嘅性質。原來罪會帶嚟生理反應。該隱係對邊個發怒呢？對神。呢個好唔尋常，係咪？神做事全然出於美善，充滿恩慈。佢嘅指示係為咗引導我哋走義路，得着平安同喜樂。神咁美好，點解該隱要對神發怒呢？只有一個合理嘅答案，就係該隱以自我為中心。佢覺得自己唔願意獻上嘅，神冇權力要求佢。該隱嘅致命錯誤係佢堅持自己知道何為善，佢選擇聽從自己，而唔要順從上帝嘅主權。無論何事，當人拒絕咗神嘅主權，就會好似該隱一樣，對神紅臉發怒。當神拒絕該隱嘅獻祭，佢變咗面色。呢一段經文意味深長。照理，該隱本來應該因為懊悔而俯伏在地，懇求神嘅赦免，但係佢卻悖逆咁企喺神嘅面前，佢嘅身體語言反射出不順服嘅姿態。當我哋企喺主嘅面前，面對自己頑梗悖逆嘅罪嘅時候，只會有兩種反應：順服地俯伏身體，或者係激動咁變咗面色。神賜俾我哋嘅係一個整全嘅身體，順服會帶嚟意志、身體及靈魂和諧嘅運作。相反地，當你大大燃燒，表示已經快俾罪烤燶啦。請記得要快啲俯伏喺憐憫嘅神嘅面前，千祈唔好選擇企喺嗰度變咗面色。